另外来看这罗西亚的总统普廷，伊进前去参加这活动的时阵，互人甲翕到伊的正手，这手盘那像是正起来，而且青筋搁在噗噗看现现，互外界质疑伊的健康有可能出现状况。 徛伫海报头前，俄罗斯总统普廷规面严肃，亲像当咧听人报告。美国媒体《纽约邮报》伫当地七十报道，普廷顶日出席一场篮球活动的时，因为表情无自然，刚好翕到正手戴拳头帽，手盘有奇怪整起来，正被严重碰起来状况，搁一摆引起外界质疑伊的健康状况。这毋是普廷正手头一摆发生状况，过去伫军事访问的时，手道北方翕到出现黑斑，还有真侪注精白分裂，也有一摆方翕到正手。 有淡薄咧错，互外界质疑，伊得帕金森氏症。也毋过20日伫克里姆林宫会见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时，正手看起来佫一切正常。另外，俄乌战争方面，乌东战线一直坚持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伊佫一摆亲自到3年前为俄军手中收复的赫尔松慰问前线士兵甲救援人员。 Сьогодні в Херсоні вже третя річниця звільнення міста від росіян. Окупанти втекли звідси. Ми пам'ятаємо, як сміливість наших людей зробила це, як українські прапори повернулись у місто. 俄乌交战的东部前线城市普克罗夫斯克，因为乌克兰欠士兵加上俄军精派军力，毋但使用无人机甲火炮做稳定攻击，也派遣地面部队打击俄军的补给线，互乌克兰前线士兵陷入苦战。俄军表示，有大约300名的俄军利用农夫做暗号，骑奥多拜，甚至利用破损的汽车甲货车进入普克罗夫斯克，继续推进控制城市的范围。伫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库皮亚斯克郊区，也不时传出双方士兵激烈交战。 为着限制言论，罗西亚一名18岁的加罗家人，罗吉诺娃顶日因为伫圣彼得堡街路，甲集团同齐翻唱批评克里姆林宫的歌曲，10月15号，当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，判2加13日。疑犯了后，才自由无靠几点钟，搁互当局用轻微自私行为罪名，搁判2加13日。这个我1个月了后，11搁传出伊第3摆，互法院判决延长监禁13日，理由是违反公共秩序。俄国政府强调，伫甲西方的第二阵战争中，俄国社会爱保持上大程度的团结。人权团体批评罗西亚伫战时的审查制度太过严格。公司新闻，陈时东编译。